别！我有件事想求你，而且你必须帮我，不然我跟梦妮告状啊！你说吧，只要我能帮得上忙。这不是海州剧院招生了，我也报考了，而且我觉得自己表现不错。我是想让你跟剧院领导打个招呼，这样我就有双保险。你也知道，我们家小海海我是指望不上了。我要不再加把劲儿的话，我们2个人只能离开海州了。而且我妈对我期望一直那么大，我也不想让她失望嘛。秦明，这样啊，这件事情呢，不是我不帮忙，主要是我海州剧院真的没什么收入。这样吧，那我想办法帮你打听打听。打听打听就行。不过我可不敢保证一定行啊。行不行，就看你给不给我打听。那没问题。喂，哪位啊？你好，王叔，我是张建国的儿子张之恒。您的电话是我爸给我的。是张局的儿子啊。哎，有什么事儿吗？王叔，今天我给您打电话是因为我一个朋友考了海州剧院，想托我查一下成绩。啊，是吗？我们剧院今年专门成立了一个考核小组，成绩都是他们打的。不过我可以帮你问问。哎，对了，你的朋友叫什么名字？秦兵，海州大学的。秦兵啊，知道啊，这个孩子不错。哎呀，可问题是我们院现在只有1个名额了，现在还有一个比秦兵更让大家看好的人选，也是海大的，叫孟妮。孟妮？大家的意见都比较一致，都说要优先考虑孟妮。哎，不过志恒，这个秦兵是不是你的女朋友啊？不是，王叔，真不是。要是的话，可以一刀直说啊。志恒啊，凭我跟你爸这么多年的友情，这个忙无论如何我要帮的。谢谢王叔，可真不是。其实孟妮也是我的好朋友，就是我不知道她也去考了。您就按院里的决定，觉得谁优秀就用谁，我就是帮着打听一下。那打扰您了，谢谢王叔。哎，哪里，有事一定要说话啊。好，再见。喂，秦兵，是这样的，海州剧院那边人已经定好了，这次恐怕不行了。如果你今后还有什么事情，尽管找我，这次不好意思啊。明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有件事想问您。啊，那好，您去我办公室吧。不用了，我想知道我到底输给谁了。输？谁告诉说你输了？我知道，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。可是丁老师，我觉着我自己戏并不是很差。而且您辅导过我，您应该了解的。是我了解。怎么说呢？你和孟妮最大的区别。丁老师，我知道了，最后人选定的是孟妮。我没有她好，我永远都是她的陪衬。谢谢你。哎，秦兵。怎么了，媳妇儿？出什么事儿了？
喂，你好。是梦妮吗？啊，是，我是梦妮。明天上午9点到海州剧院报道。真的吗？明天9点海州剧院。好，好，好，我知道了，谢谢。谁打来的电话那么多？哎呀，我被海州剧院录取了。等等，妮妮啊，啊，海州剧院是啊，你不是说你毕业后要去北京的吗？我还没来得及告诉你呢。爸。等，哎，不去北京，为什么呢？啊，你等等，我马上就跟你说。喂，冰冰。孟大小姐，您杀了人还要鞭尸，都骑在我毛顶上了，非要拉炮试试吗？你本事真够大的。冰冰，你说什么呢？你什么都有了，什么都比我强，就这么一个可怜的机会，你就非要跟我抢吗？海州剧院是你待的地儿吗？冰冰，你也考试了？我真是不知道。梦妮，我跟你做了4年的同学，4年，你干嘛骗我呀？我们俩4年的好朋友，我就这么一个可怜的机会，你都跟我抢，身边所有的朋友都拿你跟我比。好，我认了。可是梦妮，你别忘了，你别把事情做得太绝。从今以后，你走你的阳关道，我走我的独木桥，咱俩永远都别见了。哎，冰冰，把你们销售部这个月的统计数字发给我看一下，上次的那个绝对有问题。不要跟我绕圈圈啊！本周5把报告交给我。张总。哎，梦妮，你怎么来了？我给莫小姐倒水。不用了。怎么了？我说出事了？我爸没事，我有事儿。你是不是给海州剧院打电话了？是啊。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今天秦斌过来让我帮他问下考团的事儿，我就给打了个电话。结果他们剧院领导说有个女孩叫梦妮，觉得更出色一点。就说了这些？是啊。你就问这事儿啊？我以为多大的事儿呢。哎，你真没说别的？没有啊。咱们俩不说好了吗？你大学毕业之后，你就要去北京发展的。爸，你说实话，你前段时间是不是特纠结？爸纠结？没有啊。你就别不承认了。你要是没有的话，干嘛喜怒无常的瞎活？又是不吃饭，又是翻积木，又是翻照片的。我有吗？是啊，爸，你不记得了？记得，爸记得，爸是逗你玩的。吓我一跳。爸，你也真是的。你说你要是舍不得我，你就直接跟我说嘛，跟我还绕圈子。知道爸纠结，所以就决定不去北京了。那之前在爸面前哭着喊着坚持的那些兴趣、事业、爱情，都不要了。好女儿，你太敏感了。爸没有喜怒无常的不吃饭，实在是，爸前一阵子身体不舒服嘛，这翻翻照片有什么关系呢？照片不就让人翻的吗？积木不就让人摆的吗？哎呀，好了，爸承认好不好？爸是纠结了，爸是耍性子、耍脾气、不吃饭，所以不管爸之前做了什么让你觉得很吃惊的事情，爸请你统统给忘掉啊！因为爸现在彻底想通了。爸，妮妮啊，你
你千万不要放弃。即使刘一鸣放弃你，不，即使他放弃你，你都不能放弃。你要到北京证明给他看。爸，你怎么突然？爸知道你是个孝顺的孩子，所以爸要当个好爸爸。从小，爸把你拉拔长大，不就希望看到你将来幸福开心，能够实现自己的理想吗？所以听爸的话，千万不能放弃。即便是有一天，爸老了，生活不能自理了，不能动了，你只要把爸的生活安顿好就行了，别把自己搭进去。北京一定要去，不能放弃，听到没有？爸，可是我舍不得你。你舍不得爸呀？爸舍得你。我跟你说，你去北京之后啊，爸就开心了，爸反而舒服，反而自由，爸可以安安生生的给自己找个后老伴，你就不能闹了。那可不行，你可得贿赂我，要不我还混呢。好。媳妇儿，想开点儿。我跟你说呀，幸亏这回咱们没去成，要不还麻烦了呢。你看啊，我二舅妈的表哥把电视台都给咱联系好了，该送礼送了，该请的客也请了。咱突然要不去的话，他不得把我妈的皮给扒了呀？我妈还不得把我的皮给扒了？再说了，现在的话剧啊，就是自编自导自演，拍给我都不去。媳妇儿，咱就回老家当咱的电视台主持人。你知道21世纪最值钱的是什么吗？主持人呀！话剧演员算什么呀？演一辈子没几个人认识，一个月就挣那么几壶醋钱。找你了。喂，冰冰，我在海州剧院等你，马上。哎，来进来。老师，冰冰来了。金冰，这次考试成绩最优秀的应该是你和孟妮，但是准确的说呢，孟妮的成绩在你之上。可是刚才孟妮告诉我们说，她经过深思熟虑，还是要去北京发展。但同时啊，她向我们推荐了你。是啊，我们让你来就想确认一下，除了海州剧院以外，你还有没有什么别的选择？因为按照院里规定，禁院3年是不能调动的，除非自己辞职。没有，绝对没有。就算夜里拿棍子赶我走，我都不走。秦明啊，我们现在就正式通知你，你被海州剧院正式录取了。具体事宜人事科会通知你的。还有啊，昨天我的话你没有听完，你就气呼呼的跑了。在表演上，你是优秀的，但是你还需要踏踏实实继续努力才行。哎，谢谢丁老师，谢谢王院，孟妮，谢谢你。老师，那我们先走了。好。谢谢老师。我告诉你，这次啊，你可得请我吃饭，而且得是大餐。行。我给你打电话的时候，说话确实过分了。好了，我又不是不知道你，就你这脾气啊。再说，我觉得你比我更需要这份工作。妮子，谢谢你。
跟我客气什么呀？